心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煞技巧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做爱千百里条，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待，看你困眠是我的水灵，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哦，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头壳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骹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俗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全身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煞技巧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做爱千百里条，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待，看你困眠是我的水灵，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哦，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
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啊，我又忘记关回放了，是不是？啊，好可怕啊！在这个这么紧张刺激的时刻，我们就必须要快点把巴比特的这个配乐请出来，这样才有临场感。话说这只朱蒂卡是不是又忘记关什么东西了？很像是哦，我看也去关一下，怎么每次都会忘记的，伤脑筋呢？兄弟们，还债的时刻要到了啊！祝福我吧，兄弟们啊！我先一一跟大家打个招呼，先帮我听一下我的 BGM 跟我的声音还可以吧，兄弟们，你们的深沉疼爱重训，我不会逃避的，我不会屈服的。午安，大家午安，团购平台是的，虽然说今天是深层重训餐，但是我刚刚翻了一下 One T Bar， 我发现它的深层重训餐里面或许 maybe 蛮适合重训补给的吗？它是没有标榜深层重训餐啦，就是 One T Bar 里面就贩卖的这些可能饼干啊，好，水饺或许勉强适合重训，有蛋白质。对，那我看了一下，就这个在重训的时候好像也蛮好推广的，反正就推一下吧，就推一下。对啊，也感谢厂商爸爸的邀请，因为他们知道说我的开台时间跟那个就是推广路线比较特别，但他们还是说没关系，猪猪，反正有空就推广就好了。非常感谢，对，反正有空就是放在这边推一下这样子。对，一重训吃葡萄干，对，今天我好想说，今天没有一天是适合吃葡萄干的，每天都自己吃葡萄干，知道吗？对，但是为了大佬的心意，我今天还是会把它吃掉。而且我今天长痛不如短痛，我今天想试一下，上次我是很冗长、很哀嚎的吃嘛，我这一次如果一次吃一大口，一次大概解决个不是三分之一太夸张了，一次如果解决大概1/5之类的，是不是我长痛不如短痛的话呢？啊，好可怕！对，优酪乳跟纯馒头可以的，但优酪乳如果说它糖分也很高的话，太棒了，也是很适合重训，好不好？就是需要就是这些重训的补给。我突然想到说，反正我每个月都不是每个月啦，我是反正应该不至于每个月吧，我大概还到5月初应该就还完了吧。可以啦，5月初就还完了。反正我每个礼拜都要深层重训一下了，不如我们可以顺便推广一下One T Bar的这一档，对，不嫌弃的话，就欢迎大家任挑任选。我们下方One T Bar的资讯栏，在资讯栏下方有猪猪的团购平台，欢迎点下去。不嫌弃的话可逛。还有猪猪最近好多东西要推广，还有猪猪的什么新衣装嘛，新纱，我开始要那个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了，我的姨妈快来了，我觉得我的肚子在滚动了，所以我今天快点要把我的深层重训把它还完，搞不好等一下还完就来了，甚至搞不好就是还到一半就来，我在想就觉得不太妙，今天快点还债。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牛马克先生いらっしゃい。然后迪卡瓦新纱咯，新衣装预测，我们在昨天已经公开了，然后也把那个 PNG 档丢下去让大家一起玩耍了，好不好？昨天朱蒂卡老师示范之后，相信一定激起了各位小朋友们非常非常多的创作欲望跟灵感，欢迎大家跟着朱蒂卡老师一起创作。我们在5月25号就可以一览无遗，朱蒂卡这次新衣装带来什么样下趴的这个服装，只叫我告诉也是，好不好？然后重点是小朋友们记得好好的创作之后要上传 Twitter， 然后 take 迪卡请新纱，我们迪卡请新纱的部分完蛋了 ，take 迪卡新衣装的那个妆，很像我打错了，是台湾政治的穿心衫呐，对，穿心衫，对我可能要再改一下，不好意思。
然后我今天大家生成的重训餐，对，我总算请出了玲玲学长的茶叶以及他娃的茶杯。对，你们的爱，你们深沉的爱，你们送过来的这些礼物，我都当宝在使用。其实这是猪猪的御用茶杯，在家里的御用茶杯。这他娃，谢谢你，非常实用。学长，谢谢你，每天都需要。这个呢，或许每天都需要，但是除了葡萄干之外，除了葡萄干，它没有被需要过。谢谢水灵宝贝，请行三。长官，你今天有闲来，看到你真的就欢喜耶！天好像猪都不穿衣服。长官，我就很期待这样，你给我画，长官啊，这样你给我画，对，你给我画5月25号1点以前截止收件，知道没有？你给我画，你就给我画看看啊，长官啊，我就期待你各位小朋友的创作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创作，啾啾姐姐、啾啾老师都非常的期待哦，好不好？也可以参考聊天室置顶连结，谢谢，没有错。昨天朱蒂卡已经示范了，应该是可以激起您各位很多很多的创作欲的创作，很想要就是直接创作碾压我，对不对？没有错，碾压吧，尽情的碾压。不和，你在笑什么？不和。好了，我跟他一一打完招呼，我待会就先试着今天搞不好我们快很准的解决，就不会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的方式。恰恰伊拉塞，然后追声大哥伊拉塞，妹波爸爸伊拉塞。哦，对，家中有小宝贝的也欢迎，你们可以下载给家中小宝贝涂鸦，或者是你们如果想要直接让他在 iPad 上面或者是电脑上面做创作的话也 OK。反正之后也很期待，就是如果你们想要分享给小宝贝随便乱涂鸦，猪猪姐姐也欢迎哦，好不好？对，非常的欢迎。然后我看一下 CCK 老师，我会加油！今天是还债的一天，也是姨妈快来的一天，谢谢 CCK 老师。然后8月他娃先生，老师葡萄干先生，我可以不要成为他吗？我现在努力的在找寻适应他的方法，但是我觉得我终究不会想要成为他，好不好？超越葡萄干。玄武先生，欢迎你带个的离开变得，这就是我们猜不透的大佬之一啊！玄母加入了朱蒂卡频道，是在前几天突然发现了一则，这个绿界的这个订单，我想说，会不会是有谁回乱了，对之类的，就查了一下，哎呦，居然是水母我想昨天就看到水母在线上，水母啊，你加了猪的这个高阶会员，一定是因为看到我的知名干练吧？不是猪，我想要周边周边。周边你是说卖场平台贩卖的那个周边吗？不是文化部爸爸的周边您加入文化部爸爸的周边的部分，这个基本上只要150块就可以获得了你直接冲顶的，真的很感谢你。不是猪，我不会填单，猪帮我填单，太棒了！原来真的有人因为就是朱蒂卡可以一条龙帮您服务而加入高阶会员。我真的是猜不透我们家大佬。还原对不起，黄原以拉山。雪梨宝贝，我看一下左，欢迎来看的迪卡丢的，他突然跟我柚子柚子，谢谢你分享那个重训餐重训餐那个鸡胸肉赞啊必备然后，但是我反而很少吃生菜沙拉我不加沙拉，我只吃生菜。对，昨天明明是 L 老师新一装，对 ，L 老师新一装没错。然后我看一下恰恰，不会画，很限自己的东西吧？我觉得你们如果画出真的有办法 ban 台的东西，代表你们的画工真的也是了得，你们懂吗？你们真的有办法画。我斟酌一下，我会收。但是斟酌之后，如果真的觉得需要打码，或者是被模糊某些地方，我会再处理。对，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我就想要尝试一下这个新一装，让我激起了就是 R18的创作冲动欲望，就好 OK， 朱姐可以接受，因为色很棒，好不好？九月你好，欢迎来看我生成被面线疼爱的重训餐，好不好？还是找角度切度没有关系，我们至少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好不好？各位小朋友们，猪猪姐姐相信你们一定会创作出很棒的作品，好不好？对吧？恰恰别这样，谢谢大佬让我有猪猪看，别这样。再下一首猜不透，好啊，谢谢你的杯子，大佬我真的猜不透，干呐。好，
那听起来新来的那个大佬要试试回归料理，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水母不晓得是不是就是下个月还有机会让他持续加入。如果说可以让他一直享受尊爵不凡的就是一条龙服务的话，是持续到8月。那我们就看看8月以后，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机会看到水母继续安坐在我们大佬的宝座上面。我相信有机会的，我的精明干面会留住他，好不好？没错。长官你在思考什么？我就问你在思考什么，长官。好的，兄弟们，我觉得今天我的重训希望可以在3点以前结束。我们长痛不如短痛，我先把可怕的东西大口的解决。我看一下哦，哎呀，这样子的量，一次吃3口看看。哦，救命！这不是可以吃的了。这个不是可以吃的东西，可是。六嫂，你看我这么痛苦的声音，为什么你还有办法笑出来？快点，学长的茶叶救援一下！不是，好可怕！天哪，我真的一大口没办法，一大口，天哪，给我地狱，天哪！一大口，它那个解冻的温润感完全没有用啊！如果只是1-2颗，我还可以品尝它解冻的温润感，但是一次来3大口，天，救命！天，我觉得我等下就要逃晕了。不是，还特别可以拉下来，不是，我就问长官，我开心的笑跟我难过的笑，难道你们分不出来吗？等一下，为什么就连刀柄上你也分不出来呢？你们应该可以分得出来，我刚刚是非常无助，眼神无助，眼神确认一下可以吗，兄弟？确认一下眼神，我的眼神很无助。水灵宝贝，咕噜咕噜咕噜，这不是可以吃的东西，好吃到高峰期。等一下，谢谢水灵宝贝。同一时间，我们有在收实体礼物，没错，朱蒂卡生日了，今年要好好的开箱您各位的祝福，但是请不要再寄葡萄干来了，我们的深层疼爱已经满到溢出来了，不是很满意，不是就满意耶，一个满知道不？我们的葡萄干深层疼爱已经满到溢出来，简称满意了，知道吗？听听看我刚刚那股貌似溺水的哀嚎声，就知道这个杀伤力多大了。葡萄干不要记啊，记到没有？谢谢然后朱蒂卡要生日的，昨天的新衣装也已经预测公开，然后丢出去给大家一起玩了哈。然后今年也有收礼物哦，5月23号邮抽为主，大家乖乖的寄过来之后，猪猪会在5月25号的那一周选一天开箱。好，跨列的 label 也高雄市三民区民壮民众民壮邮局61之7号，那要怎么念？完蛋了，我这个要再好好查，好好问念法，再把它念出来好了，不能乱念。三民居民壮邮局61之7号在右细沙，谢谢大家。刚刚那个葡萄干深层的疼爱已经让我溺水了。
已经到我第3了，葡萄干标记啊！救命！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他娃的马克杯配上学长的茶叶，万分的好喝，好喝感加倍，知道没有？太可怕了，泽野先生。不是，我觉得你们一定有什么误会。刚刚那个感觉一点都不开心的东西，为什么你们可以把它解读成它是很开心的东西？这眼神效应，看起来很反应过来。新一窗可以先，不是店先生，店先生欢迎来到迪开宾的店先生，看到你就让我想到那个胖次皇冠。如此风雅的创作没有关系，好不好？既然我新一庄的预测都已经放出去给你们玩了，今天你们如果有办法创作出限制级的东西，没关系，朱迪卡收。对，如果真的非常非常的糖会被崩台，我可能在加工处理，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可以放出来，至少放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哦，这是谁的创作，非常的厉害。好，这个画工了得，直接可能会被崩台。对，但是我可能会做一些防护措施，好，例如把什么马赛克码上去啊？不对，马赛克更母汤。我想一下，对，我会做一些防护措施，例如把嘎基底亚挡上去之类的，好不？好，就是呢，好啊，18接受，你们有办法画出可以被编台的东西，你们真的也可以去接案了，好不好？吃一辈子不要，这先生。你好，安念唐先生的是三明窟，好不？三明窟，三明窟赞呐，谢谢。朱迪卡收礼，该收礼了。虽然说刚刚的溺水实在是过于沉痛、过于沉重，但是呢，我觉得真的长痛不如短痛。我快乐的芋头，快乐的凤梨，我觉得把这些可怕的葡萄干解决掉之后，我再来享受。所以既然溺水了，溺到底吧。我在重训以前，我至少要解决掉1/3这些葡萄干，我跟你拼了！等一下，葡萄，嘎吉达比基尼可以，你们创作出来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好，我跟你拼了！溺水又怎样？搞不好第2次我的抗性就出来了。我现在要开始咀嚼喽。我觉得，我先把我自己打马赛克好了。茶叶救我！我觉得，我先帮我自己打马赛克好了。BOKU 先生，您好，美丽的女士吗？谢谢你，这位帅气的男士，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僕吗？僕さん。ようこそティカのチャンネル。今遅刻のような状況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ね。残念ながらお茶飲みます。这个真的很掉线。征求可以帮我马赛克的人可以吗？吓得我不适合见你们，吓得我不配。已经吃了葡萄干的我，已经被污染了，不配见你们，知道吗？不配。
好可怕！小新老师，这一定有什么误会吧？等下，请问我平常是没有气质吗？小新老师，我就问我平常的气质不就摆在那边了吗？就跟我精品概念一样，不是吗？老师，对我们经历了就是可能4.0的这个，我们不要说风雨，因为建模过程老师真的是绷紧神经，我们已经是共患难的伙伴了，不是吗？小新老师，我的精品概念那个气质不是一直摆在这，对，就在这，对，怎么会反而是被葡萄干引导出来呢？这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是吧，小新老师？哦，洗嘴巴，快点！啊！我觉得这么强烈的葡萄干攻击，等一下会不会有机会就是直接吐到这边来？即使吐出来没关系，我们有 One T 爸，我们有 Forgetter 爸爸的这个截取可以帮我就是挡住。其实我吐也吐到这一块或者是我新衣装这一块，这样可以吗？好不好？我今天就是对我知道我可能今天这个部分可能真的会吐出来，所以不如就是反正放2块东西在这边，我要吐就往这边吐。哦，不对，往这边吐嘛，反正往这边吐就对嘛，对不对？对，没有问题，好不好？反正等下吐也是往这边吐，你们看不到，知道吗？哦，够恐怖哦！对，因为是很可怕的葡萄干，更加的体现了茶叶的甘醇，真的好好喝，台湾茶世界第一。天哪！今天在重训还债以前，我跟你拼了！没错，学长版茶叶漱口水，他瓦版马克杯赞助播出，真的是赞助播出。福利熊或许 maybe 可以吃的葡萄干赞助播出。不能说福利熊不能吃的葡萄干，一旦口出恶言，我就要被加倍了。福利熊赞助的非常好吃、味美、未添加人工色素葡萄干赞助播出，谢谢。以及你各位兄弟有近378颗葡萄干赞助播出，谢谢。等一下，我为什么一直听到什么马达的声音呢？是有，天哪！我觉得我已经分不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声音了。以及福利熊的赞助真的非常好吃，比葡萄干好吃100万倍的凤梨罐头，台糖凤梨赞助播出。我觉得里面可以拯救我的就只有芋头而已，其他都是我真的没办法的东西。时间1分1秒再经过，我跟你拼了，我不会输的。讲好，剩下1/3的葡萄干我才开始重训。再来，最后一次溺水，我们就可以开始重训了。我宣布咀嚼下去很可怕，要死一起死。这样应该差不多了，1/3葡萄干对吧？香菜回去，香菜是我的救赎，回去。我现在全部都塞满口，但是先不咀嚼下去马上就溺水。好，那1/3的葡萄干的量了，差不多了。我把可以吃的东西移过来。等一下哦。好，葡萄干剩下这些，差不多1/3，有没有？我现在要开始咀嚼了，好不想咬下去，咀嚼了，
就说不要让我吃葡萄干，你们会感受到不可控制的一面。好可怕哦！茶叶。我觉得像茶叶好像有点救不了我了，好可怕！咱妈祖进香已经结束啊啦，咱白沙屯妈祖是昨还是昨日啊？已经结束啊吼！到底为什么不行？我觉得强烈的冲击，我还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它。我原本想说，好，我们上次是温润的，就是一颗两颗，一口两口慢慢吃，就觉得不对，还是没有办法很喜欢它。我今天大口的吃，可能有机会可以对它改观吧，应该吧。我错了，我现在都觉得三色豆还可以救赎我。我现在觉得这三色豆搞不好也可以救赎我了，我天哪！这个三色豆真的好好吃哦，救命啊！就是比起来，这三色豆真的是好吃太多了。你无忧一来塞。史莱姆里面刚开始还没强化的哥布林老师，我是没看过了，就是真的不要让猪猪吃葡萄干，不要。刚才有试着搭上吗？没错，这2天油妆哦。谢谢大家。我至今还是没找到葡萄干可以吃的方法，我努力，今天大口的尝试还是找不到。我们下礼拜再给他一次机会，反正我们可能还有2-3次机会嘛，对不对？宇轩，欢迎来到迪卡边的马港下的咖喱，咱文化部赞助的台湾话地周玩的这个会集，感谢你加入台湾话朱主人的这个会集，也记得填单哦，宇轩。今天实在是不想让你们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哀嚎音，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对于小新老师而言，那个很像是还蛮有气质的声音。那可能小新老师对于气质的定义，可能跟普遍我们普罗大众比较不一样啊。葡萄干有喝的不能喝，但是不能喝的东西，不行。深层的强化咀嚼，强迫自己大量的接受，依旧还是没办法。
谢谢雨生有记得填单。不生气的话，我们为期8个月都不是，对不起，为期6个月，对不起，一定是因为葡萄干害的。为期8个月，一直到8月都有机会让你们收到我们文化部加码的小礼物，每个月都不一样哦。谢谢雨生对于我们这一档的这一次的活动有兴趣哦，非常感谢。好，哀嚎结束了。刚刚的糖分不会是，刚刚的糖分不会是白费，刚刚的溺水也不会是白费。我现在要来还我的时数了啊！趁着姨妈正式降落之前，我就连这个鲜奶油都觉得它无比美味，我现在要舔掉它。好好吃哦！这奶油怎么可以浪费呢？我现在把它舔掉。谢谢小丽宝贝，填单才有办法领周边哦。葡萄干机不，我这辈子生为猪，死也会为猪，打死不做葡萄干，知道吗？啊，苹果泥腌制牛排绝对好吃，酵素，苹果有酵素，绝对好吃。但是请不要吃葡萄干，它是不能吃的东西。生无可恋到不惜被语气，你们知道怎么样伤害我了，你们做到了好吗？我今天觉得打不赢就加入，大量的服用它，依旧没办法，结果是大溺水，你知道吗？啊，没错，水灵宝贝重训完，我在最后一口把它吃掉，最后一大口，我就可以享受芋头跟凤梨以及奶油了。兄弟，重训吧！现在是朱迪卡还重训的时间，我们趁着迪妈，对啊，完蛋了，我姨妈真的要来了啦！专注力真的被抽离。我们趁着我们的姨妈掉落之前这1个小时，专心还债，可能等下就掉落了。对，我觉得她应该等下就要掉落了。好，姨妈等等我，今天的债先还完再掉落，乖，还债喽！开始，一下。哦，看一下啊、今天一样哦，跟上个礼拜还的次数差不多。谢谢上次水莲宝贝帮我统计，我们上次到今天，好，今天一样是还12下负重深蹲，然后棒式一样是128秒，也就是说猜4次的32秒，对，应该是。然后接下来深蹲是150下，深蹲猜3次的50下，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们一样先从6公斤的负重12下开始。
纯妈妈。铺好。6公斤壶铃，准备好。虽然很不爱吃葡萄干，不过我觉得每个礼拜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可以边重训，然后边陪你们，然后我其实觉得还不错哎。对，哎呦，想到5月就要结束了，真的觉得好舍不得啊！我的葡萄干真的快要完成还债了耶！想一下，好像顶多到5月初还是5月中吧。哎呦，谢谢你各位。我还得完的，我还得完的。哇，我这个口水绝对不是因为想吃它，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这个很奇怪，明明它是很可怕。我刚大量的葡萄干在我的嘴里面溢满，我当下其实真的已经，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我直接头皮发麻，但是现在唾液又疯狂分泌，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形呢？这是传承诺诺的精神吗？不是诺诺的精神啦，是 LF 家的姐妹们，其实基本上很像都有这样的一个基因。以上不代表朱蒂卡立场，是诺诺到我账号，谢谢。等一下，诺诺，然后诺诺就降落了，然后诺诺就降落了。诺诺，你要不要看一下你降落之前，面线哥哥就提到说，哎呦，猪猪，你现在是这么皮，这个是传承诺诺的精神吗？然后我们诺诺就来，诺诺，你说嘛，我们什么叫做传承精神？是不是 LF 家的很像，基本上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我只能说斗胆挑战大佬的精神。对，我们说挑战，我们敢于勇于挑战，我们这个叫做勇于挑战，对不对？诺诺身体很诚实，吃几颗葡萄干。华语讲我说吵到汉哥老师11个月住在专员，谢谢6公斤生的哦，没事，加油！我今天是有分批做，因为目前就是汉哥老师的那些数字是我们深层重训大概有5次的次数这样子。通灵道理对吧？对，哪里有题？我们这是勇于挑战，好不好？我们勇于就是把大佬的理智掰断线，然后我们再相爱相杀，对。没有皮呀，对不对？我哪有渴望吃葡萄干？我们在阐述事实，怎么是皮呢？对，于是诺诺就降落了，我的好妹妹，是不是？啊，诺诺最爱你了，我们这个哪叫皮呢？我刚刚跟他们讲说，哎呦，算了一下，我们这个葡萄干每个礼拜这样还一次，我真的觉得不错，可以达到运动效果，然后我又可以不要浪费掉这些东西，然后我如果没有跟面线一起相爱相杀的话，我真的不会去开它吃，因为对我而言它真的很可怕。对，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相爱相杀，我又可以获得增肌，对的一个功效，我就觉得还不错哎，每个礼拜这样子。然后想了一下，哎呦，怎么好像每个礼拜这样子做啊？5月初好像就还完了，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寂寞啊？哎呦，大佬们真是的，好像有点寂寞哎。啊，小飘飘你来下，谢谢你过来，好，先去开会，拜拜，谢谢你，开台顺利，谢谢，带你那个体弱多病的诺诺妹妹一起运动。诺诺会体弱多病吗？诺诺你会吗？很缺运动吗？诺诺你是不是该来高雄找姐姐了？姐姐带你，该了，对不对？而且我这边很多葡萄干哦，诺诺，我跟你讲，你如果再皮下去，你就有机会跟姐姐一起吃葡萄干，一起运动了。把那个赞助条放在这边，大家马上集满。
请诺诺吃葡萄干陪姐姐运动的几枝条放在这里，瑟瑟发抖。葡萄干姐姐真的没办法啊，姐姐了解你的感受了。哦天哪，嘉诺还在咳嗽吗？啊，好，季节交替，诺诺注意，注意保暖有点奇怪。这个时候说注意保暖，热的要死。好啦，早晚温差大，多喝温水，多喝温水啊！对，不可能，大家不可能的，对吧？对啊，我们把极致头要放在上面，对，然后要叫诺诺下来，对，然后一起吃葡萄干重训，对，不可能的，对，置顶这些，绝对不可能。诺诺，既然你跟姐姐这么心有灵犀，诺诺也是不吃葡萄干的吗？我只记得娘娘不吃啦，对，这是我们这次屌逼的制作人娘娘，她是不吃的，对。福利兄，你这个时候不是很忙吗？你为什么会在这个？一定是我眼睛业障重，怎么可能这个时候有全村的希望熊在聊天室？那个一定是我眼睛业障重哦。会多说3倍，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多说3倍。等一下，诺诺，我很怕，诺诺，我很怕。等一下，诺诺，姐姐完蛋了！不要！那我叫诺诺下来深蹲就好了，我自己吃嘛，对不对？诺诺我很怕，诺诺我超怕的，诺诺。然后这只雄心豹子胆诺继续挑衅，完全没有怕。而且上礼拜说这是一家可爱的贝贝吗？哎呦，那是被盗账号啦！诺诺姐姐，我可能说你训了对不对？姐姐怎么可以说你训呢？是不是？姐姐最爱你了，怎么可以说你训呢？那一定是不知道谁盗我账号哦。好了，我自己吃啦，我自己吃，我怎么可能有雄心豹子胆分享给诺诺的？我这个人就是对最人畜无害了，对不对？是不是？你们在思考什么啦，大佬们？你们到底在思考什么啦？让我运动，真的，诺诺居然要诺诺运动，真的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看样子，诺诺下次如果有下高雄的话，我真的要把你抓来深蹲。好啦，但是葡萄干我吃啦，葡萄干我吃啦。猜，这里没有老婆，只有你老公的老公，知道吗？知道吗？哦，这听起来得比得嘞哦。我那个分泌的唾液一定是因为面对芋头跟凤梨的关系，绝对不可能是因为葡萄干，好可怕！在这里深蹲嘛，深蹲不会，你做习惯之后是随时都可以深蹲诶。你下来高雄，你会看到猪猪姐姐随时就是可能在接你的时候深蹲一下，然后去吃饭的时候深蹲一下，然后喝咖啡的时候深蹲一下，然后去买咸酥鸡的时候深蹲一下，无时无刻都可以深蹲。大波老师对吧？我是不是一个无时无刻都可以深蹲的女人？大波老师，你最近身体好一点没有？大波老师，我今天尝试很暴力式的，就是3口超大口直接吞下去，结果发出了很奇怪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没想到会发出那样的一个声音。不理说，我谢谢你，我跟你拼了，反正我这一批直到5月初我就还完了。反正要再加码寄过来的，我一样就是蹲在那边，我不要吃，怎么会怪呢，汤姆先生？什么叫做怪呢？我们这个叫做传递健康的健身知识，是不是？我们要多动。是不是增肌减脂？是不是为了我们高龄化的社会，现在少肌症的长辈非常的多，异常的多，我们要引导他无时无刻都可以深蹲，让他们大腿强壮，减少可能就是不小心跌倒啊，骨头断裂啊，是不是？小欧经理，你说是吗？直接给诺诺负重训练，再会有人溺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一批
深层重训禅，我们就确定是到5月初会还完。至于后面寄来的，只要我不拆开它，我就当做没有这回事了，对不对？是吧？是很健康，没错。好啦，好可怕。为什么我说好可怕的同时，我还在流口水？谢谢大家，朱迪卡要去深蹲。对啦，适合贫血的人吃啦。高雄新一代地方名人猪，什么叫猪深蹲？原来我姓朱名深蹲是吗，长官？所以需要更多的葡萄干，不是小欧经理？你怎么可以跟他们同流合污？小欧经理，我觉得你很像差不多。很像要前往大佬的路上了，哪一天很像600满足不了你，你很像要冲3200了，我嗅到了，是不是？等一下，小欧经理，不是，没有，我们除了葡萄干以外，我们有更棒的。你看呐，我们这个凤梨，我觉得我已经爱上它了，因为葡萄干。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福利熊寄过来的凤梨跟葡萄干，他这一次一定是为了让我爱上凤梨，故意寄葡萄干过来。我爱上了，我可以了。至于那个葡萄干，现在暂时还是没办法啊。对，刘妈的洞就是这个就这个对，你懂我懂。就是请训练诺诺身强体健的因子哦。可是他来高雄他就有得蹲了，对不对？诺诺来高雄找姐姐就有得蹲了。来，猪猪先来蹲咯。果然运动让人快乐。5月初就要结束了，真是舍不得。开始哦，2下。电先生，这一定是有什么样的误会吧？电先生，彩彩你才胖，你全家都胖，坏彩。预备，12下。哇，我的脚都要掉。我愿意拉塞。其实12下负重深蹲其实真的是还好啦，只是我就是想说今天的深蹲有150下，所以负重还是先做。欢迎囤积。然后我没有叫你们囤积。不吃香菜应该不会上，没事，小欧经理量力而为，大家要玩得开心。对，主要就是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来频道相爱相杀，我就开心，好不好？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长官跟你的膝盖一样吗？我常常在深蹲的时候就是会啪啪啪，然后就蹲开了，然后就没事这样。不吃只会越多喝而已吗？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对，就。我没有动力去吃它嘛，好可怕！我就没有动力去吃它，超可怕的。那三色豆吗？三色豆没办法囤积，你怎么三色豆？我差点要讲，可恶，不能讲。三色豆应该是可以最适合囤积的东西，不是吗？它是冷冻食品啊。有点想法，晚点跟我说嘛。知道吗？还有更有爆点的吗？好，福利熊可以，随便我寄给哲。等一下，哲是喜欢吃香菜还是不喜欢香菜？对，不知道是哪一个
如果哲哲喜欢吃香菜的话，我记得他很像是没办法接受香菜，是不是？很像，我记得他是没办法接受香菜，但是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稍微不要这样惊吓他啦，不要这样惊吓他哦，好可怕！福利熊的爆点都很爆。好，我继续还债哦。接下来我穿插棒是32秒的第一组，我一样把计时器弄出来。计时器，我们今天快点做一做，我希望在3点可以结束，因为待会猪猪又要继续文书了。棒是30秒。32秒才对。好，闭上。OK， 32秒结束，一小。对，不能再聊了，朱蒂卡。跟诺诺的心有灵犀，让我有点吓一跳。跟诺诺的心有灵犀，哦，好心有灵犀，诺诺。好啦，深蹲50，来吧。5、6、7、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
休息。我们这个叫做你们看不见的精明概念，知道吗？哇，休息期间不小心的话，猪猪最近比较多活动哦。我们新一装预测的 PNG 档也发下去给小朋友创作了，欢迎小朋友们尽情的创作猪猪这次 4.0 的预测图。然后不管是你们真的要发给家中的弟妹，或者是家中的小宝贝，
或者想自行创作都是没问题的。对，然后记得 tag 迪卡请行沙。讲唔对啊，不是请行沙，是新一三才对啦。我再自己把它改掉。对，我再自己把它改掉。穿新衫哦，新一衫，对对对，没错，新一衫。还有就是今天重训还债的这一回，我想说，王提爸卖的食物很像都还蛮适合补充养分的哦。欢迎就是下方资讯栏也都可以点进去任挑任选哦。弟兄。说，长官，长官这么精明干练的你，一定是看得到，难道要断四肢你才看得到吗？每次都要断四肢才看得到，是这样子吗？请请啥？你看他请啥对吗？你看他请穿衣服，不需要你们请，我本身就有穿衣服，可以吗？欢迎去查资讯栏或是聊天室自理连接。对，没错，大家小朋友们一起创作。昨天猪猪老师已经把 PNG 档发下去，欢迎各位创作了。好，来，再来25。等一下，我的黑石 tag 到底是打什么？我自己都忘记我到底黑石 tag 到底是打哪一个，我都乱掉了。哦，请行沙啦，对啦，请行沙啦。我刚想说奇怪，我有打错吗？有点担心。好，没事了，我果然有精明干练。哦，请行沙都唔掉。哦，好，25。新秀哦，いらっしゃい。OK， 哦，日历上那个写错而已哦。好啊，对，请看聊天室的置顶，这样就对了。好，谢谢。不过现在手机的画面都置顶不上去了，我自己也想说，为什么我也置顶不上去？我现在就连 YT 后台要置顶，它都会置顶到下面，我都觉得它都顶不上去。这个不叫顶。这个叫自，对啊，这个叫自什么？自流吗？它就不在顶端，它就一直在最下面。你跟我讲这个叫自顶，是不是？三哥，顶都顶不上去了，这个叫自顶，一点都不顶。它这个叫自流，对，自流在频道聊天室的下方。哦，喝水。
对哦，字底，好，底部的底，没错。好，字底连结，这样欢迎看一下频道字底连结，字底连结，没错，讲得真好。现在到432，继续还。来。上。哎呦，不破一大晒，午安午安，好久不见。今天是重训葡萄干还债，对，希望我今天可以还到大概3点多一点点，我就可以要去忙其他文书工作了。但是可能变成字中连接、字顶、字底、字中都有了。好哦，字中我觉得可能会被 complain。那葡萄干有吃过什么青葡萄，然后有三哥，我就在讲那个是我觉得好吃的葡萄干，那个就完全没问题。那个以前小时候都叫做咸葡萄干，然后加梅粉，那个我就觉得很好吃。但是这个没办法，这好可怕哦！吴嘎嘎，好久不见哦，是吴嘎嘎，你好，欢迎来到迪卡边的今天里被重训。快点把这些时数还一还，好可怕哦！哎呦，但是我还到5月初就还完了啦，剩下的还有什么葡萄干我还不知道啦，是不是？有什么葡萄干啊？没有啊，这些大概还到5月初就没了，好快乐哦，是不是？我们相爱相杀之后的产物变成了我的疼爱，深层疼爱的重训餐，对，然后又可以增肌，是不是？谢谢面线深层的疼爱。每个礼拜都可以这样子深层的感受到，很不错，不错，不错，我很快乐，我真心觉得很快乐，真心，对，真心 ，maybe 或许应该吧，以及我们忘记吧这一档。记得有兴趣欢迎买爆吃爆，好吃，比葡萄干还好吃，谢谢。他福利熊要被挤出来。好啦，大概是这样。好啦，5月生日季有好多活动要跟大家玩。首先，不舍弃的话，我们新一中的 PNG 档昨天有发下去给小朋友们了，记得要创作哦。如果乌嘎嘎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来创作。我们这次新一装的算是涂鸦的这个活动，会在5月25号那个礼拜挑选一天来赏析各位同学的作品，好不好？好了，来50下深蹲。
手怎么会撞到桌子？你的手怎么会撞到桌子？因为我现在的房间小小的，然后深蹲的时候你要配合那个手啊，手，然后就撞到了我的手肘。对啦，好蠢哦。喝口水。不会想应该是1秒钟几十万上下，在工作的时候怎么可以偷偷低台呢？对不对？对，刚刚朱迪卡说了什么言论很奇怪的吗？没有啊，一定是因为被盗账号了，不是吗？那37话，哎，要是不要，呀没得，不行，福利兄，我跟你拼了！你即使既然寄过来，我只要囤在那边就没问题了，对吧？我只要囤在角落就没问题了，对吧？福利兄，37啊，不行！你看呐、刚刚我大口尝试吃了3大口，我就已经溺水了，何况是37了。在还债的这个过程中，还不小心撞到了手肘哦。但好像也没有多可怜啊，因为其实重训很快乐。有没有想讲说，你看看啊，多么可怜的处境？但觉得没有啊，没有很可怜啊。其实重训很快乐，只是吃葡萄干比较让人难以忍受而已。对，重训是快乐的。欢迎加入囤足机的一员。等一下，反正你们都囤积了，那不如我也跟着囤积吧，是不是？你们常说粉谁推，现在推谁粉，现在我推回去给你们。反正我们这首囤积之歌都已经做出来了，反正你们都已经囤了这么久，已经要囤4年了，不如我也跟着囤积吧，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谢谢大家。小炮一拉下，戴先生，你怎么是关心桌子，不是关心囤足机？怎么可以这样子？一个个都变坏了，电先生坏掉了，坏了。但是想说大佬囤积的快乐没有错，就像水灵宝贝说的，一起成为大佬，是不是？理解大佬，成为大佬，享受成为大佬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无法超越你们，我不会说超越大佬，因为无法超越，这辈子都无法。跟我讲，为了健康，跟我讲个健康。你囤我料理4年，我囤你的葡萄干4年。水灵宝贝，今天所有的立场都不代表囤足机，迪卡囤足机，对，都仅代表水灵宝贝。太棒了，我的点子宝贝。福利熊，你看到了，不是我说要囤啊，是我们水灵宝贝说要囤的哦，是不是？水灵宝贝啊，你真是我的好孩子。这些言论仅代表绿水灵啪叽的立场，不代表任何对朱蒂卡的立场，知道吗？看一下他整出葡萄干，我一点都不想因为这个东西吃饱，它不能吃。但是我努力不要浪费它，想要让它成为重训增肌的一个部分。对，来再来25下。不要再撞到了。
哦，太棒了！满身大汗的一个下午，真是令人快乐。对，长官你冷静，长官。等一下，为什么是猪猪考啦？我们水灵宝贝它很乖的，在这么乖的情形下，他提出了囤积的发言，我相信是很真诚的。对，怎么会是朱蒂卡扛呢？对不对？不是三哥，你冷静，三哥。话说我们4月份加进来的大佬们是妇科的腌萝卜。你们不要真的囤，你们等一下不要真的囤哦。对，你要乖乖的要把它吃完哦。对，为了你们想要吃的妇科腌萝卜，猪猪也在频道更新的那个蜂蜡章也已经来了哦。我们收到的那个妇科的腌萝卜会是新的蜂蜡章哦。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但是没有要你们囤啦。但是呢，不管你们想不想囤积，欢迎加入4月份高阶会员回馈，是复刻版腌萝卜。听说有我们家大佬已经囤了3年了哦吼！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你们就在1个月以内吃完啦，好吗？拜托，谢谢。至于那个囤3年的那个冰箱的构造有点高端，这个我不好说。水灵医师他就做到4年的高阶回馈。他哇，你像你是选择性理解很多事情哦。雨轩，谢谢你的爱心。2月底前加到高就可以拿到腌萝卜。是的，那么该从哪里加呢？只要你在4月，等一下，只要你在4月1号到4月30号期间加入绿界或者是 YT 高阶，任一都有机会获得朱蒂卡、妇科、敲碗、腌萝卜。但是慎重的希望各位大佬们不要囤积，一旦囤积下去，关心您的翁姐随时会打电话关心您哦。翁姐是谁呢？你们最亲近的消费者保护专员，对，我们的翁姐非常非常的关心您各位的肠胃，时时刻刻提醒着猪猪啊，真的要叫你的消费者不要囤积，知道吗？有些特别爱囤积的，还是说您如果方便的话，告知他一下，就是还是我就是打电话到府上关心一下，他如此想囤积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这样哦，那么翁姐真的非常的担心，比我还担心。翁姐不要打，翁姐没事，不是你不要，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翁姐冷静。对，所以这个也是腌萝卜，谢谢，就是大家的捧场。目前我们断腿三哥准备进场了是吗？好，看好时机，准备进场了，没有错。OK， 我们4月份是一个进场的好时机，好不好？感谢三哥，好不好？不和你在笑啊，看你笑跟孩子一样啊。月底加起来，谢谢三哥，我们三哥准备要进场了，您各位。只要现在进场，也可以顺便获得囤猪机一条龙填表单服务哦，谢谢。打不过就加入，反正那些葡萄干我囤定了，打不过就加入嘛，对不对？说可以囤很久的腌萝卜，3年的腌萝卜流量，赛哥不要算，很可怕。赛哥，要是哪一天真的6年版腌萝卜出现。那个时候我还在吗？那时候囤猪机还在吗？那时候朱蒂卡还在吗？没有囤积啦，你在加工真就是。我记得3年前我并没有加过任何一滴酒精，什么米酒没有啊，酒精不能吃，对不起，我没有加入过任何一滴米酒，但是为什么你们现在有办法弄出酒酿的味道？救命！像要加入还有文化部爸爸的精美周边之外，还附加了朱蒂卡一条龙帮您填单服务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现在正是进场时机。谢谢各位股东们，谢谢。整体循环。三哥，你自从被断腿之后就开始讲干话了。我前面打电话代表没事，继续。你们小心哪一天我弄死你们！真的叫翁姐打电话给你们，我跟你说。3年版、6年版会太好了。好可怕的话题啊！水灵宝贝，我觉得我还是继续棒式好了。接下来是棒式32秒第3组，对不对？好，没有问题。买1送1追数表单服务，
是的，看看我们生日季即将到来，寄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回馈，不管是回馈上的优惠啊，或者是新衣装预测的这些企划啊之类的，甚至是5月份，朱迪卡也会为您各位献上非常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高阶会员回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不管4月还是5月加进来都是最佳进场时机，或者你加一下，直接不离场了，朱迪卡由衷感谢您，让我们一起加到天荒地老，相爱相杀到天荒地老吧，啾咪啾咪，阿斯阿斯，谢谢大家如果不可以怎么20年，那是老菜包，胡说八道先生，不是好腌萝卜还在啊，然后就不是理解大佬，成为大佬，但是我永远无法超越你们。福利熊，哪一天你们大佬集结起来，互相品尝彼此的囤积品的那一刻，其实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还蛮香的。你囤积这个囤积了4年是吗？我尝一口，还不错哎。那你尝我的啊？我这囤积了2年，然后当时像2月吧。对2月，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开起来看开的。我尝一口，你要吗？我喂你。不用，来喂你了。可以，大佬们，可以。虽然说担心你们的肠胃，但是那个画面是美好的。可以，福利熊你觉得如何？福利熊你觉得我演得很贴切对吧？是吧？水母先生，小手3月有水母先生3月有加？对啊，水母先生你3月有加高阶，很好，水母先生，我去查一下，你3月就加了是不是？我跟你讲，我这次有特别多做了很多的3葵辣凤梨塔，超级好吃，我现在也学会囤积了。如果你有加，我快点再帮你出去，还非常的新鲜。我昨天又忍不住开了1个来吃，真的是有够好吃的，你知道吗？对啊，水母先生，你3月就加了，我怎么不知道？救命！水母先生，我现在马上帮你查账。您尊爵不凡的线上专员，马上帮您查账。等一下，水母先生，你所谓的3月就加的是文化部爸爸的部分吧？对不对？如果是文化部爸爸，如果3月就加，但是你3月忘记填单的话，我们4月可以补寄给您，应该是这样子。我记得3月份好像没看到水母先生在高阶，但是呢，如果水母先生从3月份就开始加高阶不是高阶，对不起，文化部爸爸的加码，但是没填单的话，朱迪卡可以帮你把3月的份一起寄给您，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水母先生？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这样吧，我没有解读错误吧，水母先生？高阶的部分应该是前2天4月份的加进来了，但是文化部爸爸的部分，您应该是说你3月份就加了，应该是这个意思。精明概念如我，应该是这样子，没错，是吧，水母先生？要做腌菜时的腌年份，名字还会变化。长官，您的冷知识怎么如此的就是说葱葱郁呢买一个买一个套放在通风加不晒太阳的房间里面。等一下，你们要囤积，你们自己去囤积。我现在要来做棒式了，第3组棒式做完，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组的50下的深蹲了嘛。2点54分了。好，我们接下来32秒的棒式，来。
哎呦，去找一下记录，或许晚上就 DC 给猪猪，没关系。如果水母先生3月份加了文化部爸爸的这个汇集，我在后台目前应该是查得到的。对，那总之谢谢你加入10月份的高阶会员，你要准备收椰萝卜啦。对，那没有问题的话，3月份我会再跟伊藤先生标注一下，请他把3月的也一并寄给您，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有多印。对，我们也担心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人真的3月份有加，但是真的又忘了填单，但是还是想要收到的部分，我们还是有保留一些在伊藤先生那边。对对对，谢谢你们，非常之感谢，万分感谢。现在进场好时机，谢谢大家。新一装我要讲什么？对，新一装的预测也欢迎大家玩起来哦，很好玩哦。好，我们最后一组50下深蹲。预备背一下哈。我觉得运动真的使人快乐太棒了，但是不包含葡萄干。50，千万不要再撞到手了，好蠢。这次嘎吱版的腌萝卜里面有加3色豆，有多口贝，而且还会辣辣，有多口贝。好，休息一下。正常版的没有，正常版的基本上就是那个妇科腌萝卜，就是这样。然后因为吴昕老师他蛮爱吃辣的，所以这次我想说好，他当家，他有问说不好意思能不能加一些辣，我说好啦，不然就是毕竟他当家就做出他喜欢的配方，所以我们这次的腌萝卜会有一些小辣，对，然后就是有点辣辣的好吃腌萝卜就是一般版的，然后嘎吱版本的我就是要把3色豆加进去，有肉口贝。至于小满葱花，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腌进去，因为葱花担心腌进去可能就那个味道会蛮离奇的。我西米亚老师，我的葡萄干还没有习惯，我的身体还在排斥它，好可怕。哦，老板有在直播中回复要开始寄出了吗？好，我这部分可能要请团妈帮我稍微再注意一下他的简讯，谢谢通知，感谢。对，那个退货就真的很麻烦，那我会密集的请团妈注意一下，没有问题，感谢。彩你走开，我要跟一起下去。我跟你讲，这个葡萄干我还真的不敢加，因为是我不敢吃的东西，所以我不敢加，但3色豆可以。我觉得3色豆啊，加上去腌萝卜里面啊，绝对是可以的啦。你看又这么的尬吃，又被卖你上面。感谢你哦，汤包哥，
感谢啊，万分的感谢啊，汤包哥啊！哎，有没有被卖，这我不好说。但是当我提到诺诺想念他的时候，他刚刚就降落了。我只能说我们姐妹情深啊。最好不要加三色豆，会坏很快吗？啊，真的假的？那我尬词版的还要加什么皮蛋吗？然后尬词版本的，还是我们这次就清新一点啦。和平版的真的就是很和平，不要加辣，然后尬词版本就加辣就好了。对，你们觉得呢？因为吴昕老师其实他的需求就只有希望辣的，希望是辣的。对，那如果三色都不介意的话，反而容易酸败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乖一点？很像尬词版本，不如就直接改辣的，然后和平版本不辣之类的。那好，我再跟吴昕老师讨论一下尬词版本好了，因为他好像也没有想要害你的欲望。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地瓜。小喵喵在想什么？真的是小喵喵。好，那 OK， 我刚做到哪里了？我刚做到哪里了，水晶宝贝？我刚刚是做棒式吗？我刚刚是做深蹲25下吗？我刚是做25下深蹲对吧？我还有最后25下对吧？应该是，我好像还欠25下深蹲。毕竟腌很看食材，我觉得腌的萝卜真的是有够好吃。然后啊，红萝卜也很好吃，腌红萝卜也真的是好吃。所以每次看啊，腌小黄瓜啊，好好吃哦！小黄瓜、红萝卜、白萝卜腌起来都超好吃的。对哦，就看猪猪想要把你们放多久，大不了放不久。我觉得放不久，你们还是有机会放3年啦，信不信？棒式第3组好了。我刚刚是只有做棒式吗？我怎么记得我已经深蹲25秒了？不是25秒，是25下。所以我刚刚做的是棒式吗？我怎么记得我刚刚是深蹲已经25下了？等一下，大头菜，对，还有大头菜哦，那个真的很好吃，那个配饭什么的真的是超级对味的。好，最后深蹲，我记得刚刚做了25下，好像还差25嘛，对不对？来。没错，我刚刚是打25还完了，我现在还最后的25，我想起来了。因为我刚刚边做的时候，你们听到我讲话吗？我刚边做的时候，其实边想到昨天有降落到芝花那边嘛，吉卡讲那边，我觉得他讲的话让我觉得好感动哦。对，没想到就是高雄的好伙伴啊，高雄的好女孩就是就是降落过去，没想到获得就是满满的情绪价值跟花花了。对，想，因为一直以来，猪猪这边推广的东西，真的就在这个圈子比较冷了。对，所以很开心，就是他们看得到猪猪的坚持。我做几下了？算了，从15开始算好了，16、17，我先不要聊天，18、19、20、21、22、23、24、25。太棒了，我喜欢这种酸爽感。只好重做，不是苗老师。菜菜，至于有没有尬词我不好说啊，我再看一下吴昕老师那边想怎么讨论哦。刚刚是吃了第一口葡萄干，不，我吃了3大口，
我超勇的，长官，我今天超勇的，你知道吗？超勇的。那他去冰箱，他完美学坏了。试着一心多用失败的朱碧卡。我刚原本边深蹲边感性的，就是想要好好谢谢枝花，但是一聊下去，果然单核心没有用，没办法。来，最后一组的放是32秒，我就要回来把这个东西解决掉。这个32，来吧，满身大汗，赞啦！很棒哦！今天的重训时数还完，来，我先把瑜伽垫收一收。真的耶，水莲宝贝，我今天其实已经觉得姨妈应该，我觉得应该在门口了，所以我今天其实超恍神的。哦，我等下去厕所确认一下，顺便装个水，回来把这些东西把它吃完。哎呦，变成我的肌肉吧，这些东西。你们等一下猪猪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界。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实紧像看台，都讲点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你绝比之情较真呢。看你困眠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准备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
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叶梦月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祖先娘娘，请你守护。你的几段脚脚黑，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多世态，伊sẽ变成看待，就讲ပြန်來的沙灘，叫我走馬千百年。不好意思，我刚才发现那个让你们听的那个双声道的东西，不知该怎么讲，我忘记把那个 BGM 的麦克风关掉，然后又让你们听到那个我们丢 V 的那个宣传，所以你们现在耳朵应该很忙，超忙的。哦，好，我回来了。哦，现在猪猪不可以，水虎先生。水虎先生，你为什么猪猪上面都有草字头？你一定选字失败对吧？小色问。好，就看吴雪老师跳舞吗？哦，这部分的话，对，因为之前好像刚好是又卡到，就是我们那个绿界整个被就是转换期间啦，原本30万转到20万的这个部分，对啊，但是啦，对，然后之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下，说如果观众在这6个月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对，那其实我们还是有算在里面，对，毕竟上次可能吴昕老师有聊到说啊，这6个月基本上好算都算这样子，对。那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对于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那个数字我是都还记着，对，要从哪里开始让大家投，其实基本上是对那个数字精准的还记在我脑袋里面，对，大概是这样子。对，其实就是这6个月，其实我觉得应该都还是算对，只是我没有主动提出来是，对，因为我其实也担心吴昕老师不知道会不会太害羞，他上次其实还蛮慌张的，大概是这样子。也谢谢询问，对，来，最慌张的是我啦，这里啦，好，我要再次溺水了，我觉得长痛真的不如短痛，我真的觉得。还要慢慢的去接受这个东西，不如再让你们听一次我的溺水吧，你们觉得如何？等一下，我刚刚也迅速的把我的茶叶补满了，对，今天我的回血条在这边，对，让我损血的在这里，这些一粒一粒的东西让我损血完之后，我就要马上把这些东西吃掉，马上补血了。对，咕噜噜噜，你们再听我最后一次，你们再听我最后一次溺水吧，亲爱的面线们。你们再听我最后一次溺水吧，这次我全部要塞进嘴巴里面哦。
然后我跟你讲，没有咀嚼之前真的都还好，咀嚼之后，天哪，超可怕。我阳哎，坤姐姐，我现在要来咀嚼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才茶叶。谢谢大家，而且我真的只能努力的，在最短的，等一下，我现在连中文能力都丧失了，我现在只能在最短的期限之内，不要咀嚼太多次，快点把它吞下去。你知道那多可怕吗？它一旦咀嚼太多次，它那个味道一直，天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果然是很可怕的东西。然后，但是你不打咀嚼太多次，又其实会消化不良。不咀嚼太多次会消化不良啦。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咀嚼它，它真的是很可怕，你知道吗？很棒，解脱，谢谢大家。来，接下来依旧是。趴趴熊 ，A.K.A 全村的希望熊 ，A.K.A 福利熊，寄来的玻璃。对嘛，这才是可以吃的东西嘛，好吃太多了，我就要好好品尝。跟台这么久，终于听到猪猪讲我先。多年前的语言的事吗？好，谢谢你哦。可以的话，5000多年前的语言实在是不想在重训台的时候讲给你们听呢，因为那是一个很难懂的语言，连我自己都听不懂。谢谢巴克先生，我今天又拯救了我自己，对，解脱了。
剩下都是快乐的东西，好快乐。剩下都是很快乐的东西了。也谢谢宇轩，我解脱了。也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让你们听到5000年前的莫名其妙的溺水语言。原来大量的吃、大量的吞咽葡萄干会发出5000年前的语言，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好可怕！救命！听说我们好像还要一路环到5月初嘛，对不对？虽然说葡萄干很可怕，但是想想重训，一切值得的。最后要来享受芋头，拿芋头吃一吃。把芋头吃掉。谢谢，恭喜。接下来接下来我可以正常的讲人话了哈。可以讲人话的感觉真好。葡萄干是一个会让人语言丧失的东西哦，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连续3次都尝试着用不一样的方法去接受它，对，我尽力了，它依旧是会让我语言丧失，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下个礼拜再找寻看看，是不是还有更加可以让我发出正常语言的方法好了，好不好？也或许你们对于5000年前的那个溺水语有兴趣啊？好可怕！下个礼拜我想想我要怎么吃，我才不会一下太冲击，好不好？春姐姐，我知道可以接受，会很喜欢，可是朱迪卡到现在还是找不到可以接受的方法。但没关系，我们今天又开心的拯救了一个村落，拯救蒂卡，拯救豚族村，好不好？我们拯救豚族村哈。太棒了！这周的份解脱了，够恐怖了。好了，谢谢大家，可以讲话，感觉真好。我们今天总算又把这个还完了，我们中训时数也还完了，感谢各位哈。好，谢谢大家。新一装的部分昨天也已经把我们的 PNG 档发下去给各位小朋友了，欢迎大家可以创作起来。至于 R18 部分，你们真有办法创作出这么 R18 这么有办法把频道编掉的这些创作，你们也可以去接案了哈。我是非常乐于看大家的作品，对，那你们真的可以传过来。但是如果我真的觉得打咩，我真的觉得就不行，可能要做一些演示的话，可能会直接把那个五花肉贴上去，贴在那个打咩的部分，还是会放出来给大家看，好不好？五花肉这样可以吗？对。好，新一装预测非常农民力风格的这个，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汪迪爸的这一档，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一阵子都会放置在那边，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觉得这些东西今天在要重训的时候吃这些东西的时候，突然觉得说，其实有些东西里面有些东西其实也蛮适合重训补充的，大家可以参考起来，好不好？然后看一下。等一下，我现在打嗝，为什么又是葡萄干那个味道？好可怕！救命！大概这样子，感谢 A 手 Forgive 爸爸的邀请。对，好，大概是这样做。然后之前正式试吃的时候它这个白巧克力、白巧芝麻、花生，还有什么黑巧肉松，我真的觉得都很顶欸。然后黑巧肉松，因为它是配那个怎么讲？苦甜巧克力然后肉松甜甜香香的，其实我觉得黑巧肉松很顶。
就是我不爱吃肉松，可是它这个黑巧肉松其实我有吓到，真的是顶到好吃。对，这真的就是顶了，好吃顶的顶，好吗？顶到好吃，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而且里面有水饺啊、牛奶呀、馒头之类的，好吃。不嫌弃的话都可以买起来哦，都可以买起来哟。谢谢你们大家，大概是这样子啊。下次的话，你用他们怕的东西威胁他们，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怕什么，春姐姐每次都是敌损99，然后自损9999999，每次都是这个状况哎，我没有办法伤害到面线们呢，一直听成什么逛猪肉的台语吗？他说把我的照片误认成你自己吗？啊，因为穿搭很像。我想好奇怪，我想就是因为春姐姐一直都是那个短发嘛，然后我心里想说，就昨天吓一跳就，朱蒂卡你怎么在这里啊？不对，不是我，因为穿搭很像，穿搭过分像，我想说，朱蒂卡怎么在这里？我是今天不宜打开 DC 嘛？我打开 DC 方式错了吗？当下有点彷徨，想不对，这真的是我的 DC 对。好啦，原来春姐姐穿搭跟我这么像，真的是好哦。下次真的是故意穿搭一下，对，让面线们就认不出来谁是春姐姐，谁是朱蒂卡，可以吗？好啦，谢谢你们大家。那今天朱蒂卡要成功的拯救了豚竹村，我们期待一下下个礼拜我是不是又更加的有抗性了。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可以加爆的地铁在哪里。有够恐怖的，有够恐怖哎！我虽然说稍微被芋头治愈了一点，但是说真的，它那个打嗝上来全部是葡萄干的味道，你知道多可怕吗？超级可怕，你们知道吗？太棒了！好，就这样吧，就这样，我们去找 BB 玩。去找 BB 玩就给你消化葡萄干的我超爱吃古麦的，我很爱吃那个古麦，可是我会把葡萄干挑掉。我很喜欢吃那个古麦，对，我自己其实蛮常会去买古麦的，因为它也是重训的，就是怎么讲，重训完你把它吃一碗脆脆香香甜甜，然后配牛奶或者是无糖豆浆，又可以补充钙质嘛，然后它又营养丰富啊，然后维生素啊都在里面，然后我都会把葡萄干挑掉。葡萄干都狂挑掉，不然都只是摆出它的时候，我也要穿自己舒服的穿搭嘛。其实那些是我舒服的穿搭真的，我觉得鸭舌帽，还有因为我就是健身习惯了，你会发现短版的衣服真的很舒服。然后就是短裤啊，或者是高腰的棉质运动裤穿搭好看，然后又舒服，喜欢，是不是阿吹？嘟。阿吹，我今天又成功努力拯救了豚竹村，我努力的把重训餐吃完了，我今天又成功的拯救了我自己的村庄。下个礼拜又有敌人要打过来了，我要努力的拯救，下个礼拜让我自己活着。谢谢你们我明天是安排什么歌杂，对不对？明天唱歌对，明天再来唱歌了太可怕了，救命兄弟切片尾了，我觉得等一下可能可以要去吃一些好吃的洗嘴巴，但是呢万分感谢林林学长的茶叶以及他瓦的马克杯，我现在先用这个洗嘴巴that's good。 谢谢你们大家，不管是这次的新一周预测，还是各式各样的，不管是汪弟爸那边的合作，然后又或者是猪猪目前仅存的周边卖场大家的捧场等等的，
又或者是大家想要绿界投递斗内支持猪猪频道长长久久，都谢谢大家。我们即将要迎来我们今年度的生日咯，我们 PNG 档已经在我们的置顶连结或者是我们 Twitter 都有搜寻得到。然后小朋友们，朱蒂卡老师已经把你们的着色比赛的图画纸发下去了，欢迎大家集体创作。我们会在5月25号的1点停止收件，然后在5月25号的当周再开启小朋友们的作品一起鉴赏，也欢迎广邀你们家的成员们一起创作。家中有小朋友的哦，或者是即使1、2岁的哦，也可以把他抓过来涂涂鸦鸦，猪猪老师也会很开心的，好不好？期待你们的创作，谢谢你们。然后5月份当然一定会寄出非常非常下发、非常非常台味的我们的生日周边套组，也请各位把荷包准备好。我真的觉得每次5月份啊，刚好又是迎来就是报税季嘛，要办活动什么的，其实我嘛皮皮抓的，对，就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余裕。但是谢谢你们都有机会用资本主义的力量告诉我，所谓的月底，所谓的报税，很像在大佬身上，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差别。谢谢。是的，秋姐姐也欢迎抓牛妈，他们家的那只小王子创作交给你了，春姐姐，哦耶！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ピピ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哎，我绝对不是因为葡萄干流口水。ピピ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家讲到ピピ的频道。明天见了各位。我要去吃东西洗嘴巴了，兄弟。明天唱歌。